受到方面的影响全台湾的天气无讲介稳定。气象署嘛发布大水洪特报，提醒台中、彰化、嘉义县，也更有花莲和屏东山区的雨会较大。另外，早起伫咧桃园旧山有路树干生，是因为风雨上大来断去，甚至一寡所在嘛是因为上大雨，所以有积水也都淹水的状况。汹汹上大雨，竹坝行人路马上积水，汽车、机车经过，涂骹的水急甲真悬。新竹市民主路的菜市仔积水一时淹超过骹肚，担无用搬过，避免商品泡水。溪水岔流甲土埋冲甲真凶，方面影响，气象署透早针对新北市北港溪发布溪水大涨的警示，提醒民众注意。大水河直落桃园旧山幸福国小头前，这丛大树疑似因为风雨伤过大，倒伫路上。公所得到通报去处理，加在第一时间无逮到人。为降雨影响时线，松山机场透早8点半一时间暂停起降，地属部分的航班延迟。礼拜四有真侪人要出去佚佗，天气无稳定，大家拢有心理准备。我是在路上看到的，也是坐捷运过来，就看到哎呦，就很紧张。对，我们从宜兰刚到，对，行程早就定的行程。气象署继续发布大水洪特报，一直到拜六下晡，彰化溪湖累积降雨超过149毫米，桃园平镇甲杨梅一寡地区累积降雨也超过110毫米，台中部风农业试验所测站降雨也超过100毫米。礼拜各地游玩受方面的影响，要注意短时间的大雨。锋面影响期间可能会伴随一些中小尺度对流发展，并且有雷击、强阵风等剧烈天气现象，所以提醒大家，在外面如果遇到比较密集闪电发生的时候，也要赶快进入到室内，避免在外面逗留。因应南北风变强，气象署也发布强风特报，提醒西半部沿海地区各有几小岛、偏湖、甲马祖要注意强阵风。伫小外时要注意路边的树仔，无坚固建筑，各有一寡物件，敢会互强风渗落来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